乡亲啊，继续来讲这个乌龟壳，是台湾传统的美食，对真侪长辈来讲，更加是真有回忆的食面。婚林的好尾也关怀据点，这个长辈专工到原点乡，向一个在地卖健康胖的头家来学做这个乌龟壳，期待这个做会晓了后咧，日后嘛当做分予大家来食。你无用过安尼，时代听头家娘的指示，豆豆甲料包入去皮内底，蛋包的数量有够，就放入去人绳内底吹。无偌久，烧乎乎的乌龟壳就做好啊！好食，真 Q。我包了5粒有哦，好玩又好吃啊！我觉得我跟阿公阿嬷他们做乌龟壳很好玩。乌龟壳是台湾传统的美食，对真侪时代来讲是真有回忆的食物。不过即马要找到用料实在阁好食的乌龟壳真少，好尾也关怀据点的时代来到原中乡，向一位在地卖健康面包的头家来学做乌龟壳。学习到用在地的食材来做一些在地的食物。甲时代做乌龟壳的头家嘛讲，看到时代这么欢喜，伊心内嘛真满足，期待以後嘛会使来甲時代做其他物件。活到老，学到老，因足符合这个精神的，咱大家拢做用心伫咧做这个物件。期待时代学会晓做乌龟壳了后，嘛会使伫厝内家己做，分享予家己的亲人、有朋友。